實鬼剃頭咧都係屬於自身免疫系統嘅其中一種嚟嘅。咁脫髮問題咧可以係有3個唔同嘅情況。近期都有人去報道過呢個嘅鬼剃頭嘅現象啦。咁其實鬼剃頭咧都係屬於自身免疫系統嘅其中一種嚟嘅。佢就係攻擊我哋頭部嘅毛囊，令到我哋突然間出現一個脫髮嘅現象嘅。咁脫髮問題咧可以係有3個唔同嘅情況。咁第一個咧就係貧血啦，即係氣血唔好啦，而導致到我哋嘅頭髮會出現一個脫落嘅問題啦。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呢啲荷爾蒙唔正常而導致到有脫髮，呢個係普遍男士係會居多嘅。咁而第三個情況咧就係比較嚴重嘅，就係我哋俗稱鬼剃頭嘅呢一種啦。普遍嚟講咧都係同呢個嘅自身免疫系統突然間攻擊我哋頭皮嘅毛囊而產生嘅，即係3種都會有機會發生咯。咁所以係真係必須要通過檢測，即係我哋用我哋自己 CIT 嘅檢測方法去檢測咗之後，先至可以確定到究竟佢係屬於邊一種嘅情況咯。